刑事局有抓到一对兄弟，因是涉嫌来做大选的组仔头，目前已经有7个人来插脚啊！而且呢，这警方阁查到讲，其实这幕后是由中国人来主导，所以因会详细来查清幕后的动机。另外，新北市的警方是启动选情治安维护的专案行动，这10天以来有查到帮派组织73人，也阁有诈骗的集团107人。 警方甲门侦破，要入去抓人，一个查甫人拿菜刀伫咧抵抗。我你要干嘛？我们说警察。警察先到抓到中华这对兄弟，除了拢有通缉犯的身份，也伫咧经营地下交警，用人头口座向缴客收钱。警方调查，这2个姓叶的兄弟专门伫咧收资，已经有7个人落资，缴金有到1万2。关键的重点点是秘伫咧对话遥控，由中国人主导。 对网络伫咧散播总统大选搅拌资讯。境外的一个集团在赖等通讯软体的一个社群，张贴2014总统大选选举赌盘的一个资讯，由叶姓嫌犯范闲担任收注的一个主头。中国籍的人士根据咱国的选举，警方将会追查背后的意图。为了要强化选前的治安，新北市警方也启动专案行动，积极扫黑打击诈骗。伫10天内就查到诈欺集团有超过100多人。 更加发现有不法分子假冒着财经专家骗人投资，用加密货币洗钱，查扣的不法所得换算起计是470万。扫荡包含竹联帮名人会的12个帮派的首恶以及73名的成员到案，另外也查获了诈欺集团，共计有30团以及107人。国内各种的犯罪拢无停过，即马总统大选要瓦关啊，地下交警也开始伫咧运作，就连境外势力拢介入大选。 选情的治安维护是袂用放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